困斗室灰暗裏記載那一本書，由這些作品，你在是身是愛，但是沒錯自己從千秋萬世，自我不會是自由。用我手中一張相，換你手中一張歌，用我手中一首歌，換你手中一把槍。愛真的面貌用藝術呈現我苦成長，只希望默默地提示人去善良。用我手中一本書，換你手中一子彈，用我手中一幅畫，換你手中一徽章去說你。燒毀的燒教堂響起鐘聲，鐘聲撫慰雙方的傷兵，傷兵一眾差不多年齡，歡迎相對與男孩友情，家鄉的信，家鄉的心聲，心聲上你烽煙中細聽，簡單的愛，簡單的和平，從此以後我記得曾用我天與地風間世苦與一長的拍畫，院裏那天與那家多一對虔誠的標誌，誰曾肩負重任用力地唱，盡力拍有力畫滿合力地説，但願沒有世界大事，你在自身是愛，但是活在這地球，循環千秋萬代，是愛你是自由，用我手中一張相。傷兵一眾差不多年齡，歡迎相對與男孩友情，家鄉的信，家鄉的心聲，心聲上你烽煙中細聽，簡單的愛，簡單的風景，藏着生命，花生的小教堂響起歌聲，歌聲擁抱家鄉的孤影，孤影怎會懂得這個地，幾番波折才從頭建成。天真的是天真的哭聲，哭聲上你於心中現成。